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花莲县的地检署接到检举，讲去年议长的选举可能有误导来介入。本地是属于国民党的议员周俊佑，伫个议长选举的前4天，12月2日，疑似去互天道明同心会亚狗饭店软禁4天，一直到25号选举的当天才互放转来，伊就赶紧冲去议会来投票。第1轮伊是投家己，第2轮是投互当选议长的张俊。张俊是啥咧？就是无得到国民党的提名。脱党来参选议长，结果顺利来连任，互国民党开除党籍。回头过来讲，周俊佑伊本人来背回讲无哦，伊就是无爱来介入到府会的战争，所以带囡仔出去行行咧，并无误导甲伊押去软禁。他哭了，又哭了，就帮他捶。议员同事围过来打周俊佑的警告头，伊额头拍在桌顶，看起来心情无好。心情沉重，行向台前。第2轮投票领票时，周俊佑压力看起来真重，因为有人检举，伊伫咧政府议长选举进前，去人押走软禁。被人家带走，后来他自己跑回来。根据林传媒报道，周俊佑去年12月2日，敢若去天道明同心会的人押到饭店软禁。当时伊个向同款做议员的表兄林正浩发救命，讲家己出代志，互关4天。直到25号政府议长选举迄天才互放出来。伫咧投票时，第1轮伊投互家己，第2轮投互张俊，嘛互人怀疑在背后敢有误导伫咧操盘。张俊怀疑这拢是有心人士要挖屋，嘛证实毋那一个议员互押走。我们所知道的是李正文议员以及周俊佑议员被人家带走，甚至连手机都被控制。那为什么弄到后面变成是好像是影射我把这个周俊佑押走，就学这个赖清德这个模式说啊，他不向黑道妥协。不来议会，府会商在吵架的时候，我不想介入，完全没有这个事情啊。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选举的时候，选举前，因为很多人在找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是开车带我小孩子跟我老婆去走走，然后离开这个纷扰啦。所以主动的自己去做这个避开，跟对外不做接触跟联系。花莲地检嘛讲，确实有收到误导介入议长选举的检举函，已经分选他案来侦办查证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